喺今日一個崇尚專精嘅年代，偏偏黃獎就用自己嘅創作去證明人生嘅色彩唔應該只係得一種咁單調。喺香港呢個金錢掛帥嘅地方，即使我哋曾經滿懷熱情咁樣去追求自己嘅理想，但係當時間一長，我哋嘅創作出現樽頸，難免我哋都會去思考，究竟呢個夢想係咪真係可以當飯食嘅呢？提起黃獎，佢既係一位畫家，又係一位作家，話佢係一位電台主持又得，同時亦都係一位影評人。豐富嘅人生閱歷為佢帶嚟咗多重維度嘅創作路向。黃獎嘅爸爸同樣都係一位才華洋溢嘅書法家同畫家，所以黃獎嘅成長亦都有住佢爸爸嘅影子。可惜爸爸當年為咗生計，都難免要放低創作，投身商界。去到90年代，黃獎同樣都選擇過呢條道路。佢投身過廣告界，做過營業部嘅銷售員，亦曾經幫過一啲大企業去做品牌策劃，一做就係20年嘅時間。即使喺咁樣嘅環境裏面，黃獎亦都冇放棄過創作，而佢對武俠小說同香港漫畫嘅痴迷，同一時間亦燃點咗佢自己嘅創作夢。儘管黃獎仍然面對住工作嘅壓力，但係佢依然好努力咁抽時間去進修水墨畫同不斷寫作。2011年，佢更加推出咗一本名為《手指封神》嘅玄俠小說。當然，如果要講到佢嘅成名作，就一定係《朝讀4000年》呢一部作品。一向唔以市場作為導向嘅黃獎，就以個人獨到嘅視野喺作品入面為歷史人物翻案。畫畫方面，佢都由嶺南派嘅背景走到今日以一筆畫以及中西書體成為個人代表嘅風格之一。2021年，黃獎亦因為喺文化界方面嘅貢獻而得到由南華早報頒授嘅香港精神獎。而今年年初，佢亦得到國家一級美術師嘅認可，不斷咁樣突破前人，突破自己，呢一個就係黃獎。好開心今日可以嚟到 Idea Gallery 呢一度去同你傾下偈啦，咁都可以了解多啲你嘅創作。咁但係我都想了解下你自己個人最中意嘅作品又係邊一部呢？咁喺呢一個 moment， 我最中意嘅 likely 就會係《魔幻刀劍笑》。因為嗰本書個諗法好得意嘅。嗱，《魔幻刀劍笑》咧本身係一個1988年嘅經典嚟嘅，咁我哋攞咗個版權啦。咁然之後仲要咧就由我啦、陳美圖啦、盧丹啦3個人，每人寫一個角色，即係話我哋3個人分別就會飾演刀劍同埋笑咯。咁變咗每人有個主觀鏡去講個古仔咧。我諗呢個做法喺個市場上面比較少有。咁就我哋都喺呢一度見到有好多即係你一筆畫同埋即係中西書體嘅畫作同埋商品啦。咁即刻都已經即係諗起係你嘅 style 嚟㗎啦。咁不過我哋都好想了解一下，其實呢一種嘅創作形式，你當初係點樣去諗得到嘅咧？先講一筆畫先啊。其實咧好意外嘅。當然起步嘅時候咧，因為細個嘅時候有寫書法，咁啊有啲一筆書嘅底啦。咁嗰個其實係一個基礎嚟。咁但係冇諗過一筆書會變成一筆畫㗎嘛。咁其實咧就疫情嗰陣時咧，就有隻狗喺屋企。我隻狗咧非常黐身嘅。簡單講，我知道我喺屋企嘅時候咧，我隻左手就係俾佢攬住咗㗎啦。嗰啲係樹熊嚟嘅。咁之後覺得單手，咁你一隻手唔通我攞啲墨水啊，或者攞啲 acrylic 出嚟畫咩？我唔敢啊。咁於是咪喺度撩咯，撩下就少啲筆畫，撩下又再少啲，撩到最後變成咗一筆畫。佢係咁樣慢慢生出嚟。其實個係成因咧係冇心嘅，即係純粹係玩嘅啫。咁所以畫下就變成咗一種個人風格。又唔知點解，其實我畫咗呢樣嘢之後咧，又好似冇乜人同我爭，咁所以好似霸咗個山頭。咁另外咧就呢個中西書體啦。咁我老實講呢個咧就被啟發嘅，因為其實大家可能有留意到咧，就有一樣嘢叫做隨兵體。隨兵體咧其實就係用一啲中國書法嘅筆畫咧去寫英文字。咁但係你讀唔翻嘅，因為你就咁睇嘅時候咧，你唔知道佢嗰個中文意思係咩嚟。咁我就諗其實照計象形文字嚟嘅，我哋嗰啲係。咁象形文字係咪可以砌啲英文字母落去咧？咁我就試一個，試下又得，試下又再多一個，試下可唔可以變成句子咧？我而家係做緊啲句子嘅，
係咪可以成篇文寫出嚟咧？咁嗰個我都仲係試驗性質。我覺得所有嘢都係貪玩就最緊要。咁都知道，即係除咗你喺創作方面有發展之外，其實你都同緊好多唔同嘅即係界別去有啲合作啦，亦都有一啲即係 crossover 嘅部分啦。咁即係例如我都知道喺即係 B&B Oyster Steakhouse 都係你其中一個即係合作嘅環節。咁但係背後其實你有啲乜嘢嘅即係理念促使緊你去有好多呢一種唔同嘅即係協作咧？其實咧就我唔敢話有咩理念。其實冇嘢嘅，其實咧呢啲都係即係 E 人嘅天生特性，交朋友啫嘛。其實我每一次嘅合作咧，起步嘅時候我冇諗過變成一個項目㗎，我係諗住交啲朋友，大家一齊玩，一齊玩呢件事咧，我覺得都幾緊要。即係譬如話我起步嘅時候，可能係我係寫小説，一個人創作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悶嘅。即係如果我一個人由頭到尾寫，自己一個人寫晒嘅話咧，我唔知我寫到邊一年就已經停。咁但係後來咧，慢慢我即係聚咗啲朋友喺身邊啦。咁啊，香港小説會幫咗好多嘅。咁大家喺個市場上邊有好多活動，我哋一齊去做，唔一定係一個項目嚟嘅。可能我只係約埋成班作家去睇戲嘅啫。咁啊，你睇完戲之後，你有啲嘢想講喎。咁不如大家喺一啲嘅專欄啊、雜誌啊，或者係唔同嘅媒體度，大家一齊分享意見啦。係咁樣開始嘅啫。咁當你咁樣分享意見嘅時候，你覺得原來真係大家一齊做咧，嗰件事開心啲。咁跟住咧就會發生咗一啲唔同嘅化學作用啦。因為當你一齊做嘅時候咧，每一個作家或者創作者咧，其實佢有啲 fans 嘅，啲 fans 大家撈埋咗一齊之後咧，就好似可以變成一個大啲嘅力量。即係譬如你見到 Idea Gallery 啦，我哋係7個畫家或者攝影師撈埋一齊做嘅，咁變咗呢一班人咧，平時一齊做嘢夾錢食飯就開心啲啦。咁但係除咗即係物質上嘅嘢之外咧，大家其實係可以刺激到大家嘅思維。你諗嘅嘢同我諗嘅嘢好 likely 唔一樣嘅，但係咧，當我哋走埋一齊嘅時候咧，嗰啲化學作用咧係我哋事前係冇諗到嘅，而行出嚟嗰樣嘢，我覺得的而且確係令到大家嗰個過程開心咗。咁而呢樣嘢，我覺得係無價嘅。即係你唔好話個結果出嚟係咪大家可以做一個大啲嘅 project 啊？嗰啲其實唔係好咁重要。對我嚟講，我覺得最重要嗰件事係嗰個過程，大家開心，開心你先可以行得遠。你如果我下下我都要諗嗰個結果係咪一個我中意嘅效果？其實咧可能1-2個 project 就完咗。但係嗰件事就係我今次個 project 都未完，我已經喺度諗緊下一個 project 做啲咩好，先至令到大家都開心。咁呢樣嘢可以行得遠好多。都多謝即係今日 Anthony 撥咗啲時間同我哋分享啦，一方面都即係豐富咗我哋對你嘅了解啦，同一時間都可以讓到我哋一啲本地嘅即係年輕嘅 artist 去有一啲發展嘅方向去參考咁。咁都喺呢一度祝願你呢一個 Idea Gallery 可以即係有繼續好嘅發展啦。另外你嘅創作同埋你往後嘅即係發展都有再創高峰嘅時候。好，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